伊兰多蒂，你好，我们在欧洲想你。我们在欧洲已经在很多国家，找到办法给你发几个奖，自由奖，政治勇气奖，等等。但是这一切的东西都不如得到你的自由。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现在的中国制度赶快垮台。只有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垮台之后，我估计你才得到自由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希望赶快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赶快可以招待你到欧洲来旅游，跟你的朋友见面。再见，伊兰多蒂，很快再见。